看啥么啦？看啥？现在，下次来吧。你这可就是说打仗给么的这天妈妈你那么的给炒的不因为了可他们这种自己么的，有，一样啊。那没听到。就是米俺米了喷做啥？拼凑做的做的，喷凑，米喷凑做的，喷做啥的？培育的培育。我靠！我靠，奶奶。路不久了。这个啥风格哦？真的，老大个的风格，爸爸啥风格？老爸没得。是给我们喇叭喇叭长眼着，喇叭长眼着啊！那下次喇叭。我这有20分就是这个就是我。我给这哥们是抢着我这有，咱国这有出国嘛这个么？现在让咱老节目的。现在的这科技些嘛的，吃着的，就吃吃的嘞。没你教过的，没你教爹家，但那写的那样嘛。接受。慢的是2分的，小做这样要嘛的做的。有。你们几点的确实这样要的。有。这位奶奶今年80多，一个人住。之前有个女儿，可惜后来不在了。现在她自己过日子，主要靠国家给的补贴、亲戚帮衬，还有村里照顾着。就算这样，奶奶面对生死一点不怵，反倒看得特别开，啥都能坦然接受，顺着日子过就行。这份心态是真的通透。希望咱们老了都能有奶奶这份豁达。刷到的朋友一起给奶奶点个赞，祝她平安顺遂。你声音来，我是明天或者是。那可说你就是咱们天我做的。加了一起，加了。可说你就是那加了这个那的，可说你就是咱们天我做。有。哦，呀。那我给打做别的些啊。有。你就不能说的用这个。有。你看这个就行不是用这个啊？那就你那没就，我的。有才的，要么这是的嘞，要么，那这个那么了，声音来哦，要么，有，这人。